父把当地无腾空泡面的都好阿法办来了，问其同样个泡面的安用的用咯。阿父把因讲，每做给无腾顺的篱笆由于太空，无老几步步啊，看到应用上来。阿父把小讲，爱生功夫去杂干口泡面的喏，帮东里不西边唔做好诶。阿父把因讲，希望帮东里不西边，帮东片的篱笆来不西片的空，跟那有空就帮另外一片好的来补。空运球没限财，根本问题唔去解决，无对症用药。沙上空上去，差也不解，问题本不限嘅问题。呢当然老帮东里不西边也激发，同测三机不摆弄罗急来用。呢度数无出4点后面讲，也两激发嘅意思嘅无济于事，于事无补，无出徒劳无功。强怕很早地在讲研究，实地来讲较详细地位，一条比率应该去做落去，前面我有嘅前期，某个时节我用那激发来讲，实在嘅无用用。接受用周经线轴左支右绌，每秋黑测三机不摆弄。来讲无论经营钢铁，无出团体也政府嘅财务问题，但系用来讲经济很棒棒嘅，咩唔得巡查，我路线北道去请前元来路嘅自己前期。一帮东里不西边，虽然没做得更多前面方面，从白灾测试，虽然结结的潜在，又没再高把现在，就是无去面对处理，嘛跟人因为白灾涨落暗样，又从河坝水无影问题，也偏有人抗议，出老几流到撇条河坝去，人体为工厂无影唔结结，还唔去又有新的抗议，结扣出唔系办法，从亚洲里嘅动荡，未到同数条送农业现车无相干，主要是爱对根本源头来处理问题。怎么解决？